新闻头起先来看中国配偶爷爷刘真阿昨暝离开台湾。网络传讲，这刘真阿到中国福州一个出海关，就去互一阵挂喙暗的人带走。南海基会秘书长表示，刘真阿这款案例是真特殊，可能假设有统战的进步。不过，咱台湾也有36万的中国配偶，咱嘛袂当黑白共骗上甲歧视。伫出境通道头前，才毋敢甲亲人揽做伙。陆配细路盲行爷爷自5暗时临时改变想法，坐飞机去中国福州，暗过离开台湾进前发表声明，点名内政部长刘世芳迫害政权。部长松一口气嘛？我还在呼吸，我不针对个案在做任何的这个回应。我跟各位讲过了。我们针对各界的批评跟指教，都会虚心受教，也会检讨改进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一人也批评，民进党滥用司法手段欺凌两化婚姻团体，有违人伦，伤害天理。社群平台顶悬流传，爷爷出关了后，都被团团围掉了。有一阵挂喙安的人接走，引起讨论。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，我并不意外。从我们多年的工作的实务经验来推敲、来判断，我只说非比寻常。有几种可能性。第一个，也许他个人的信仰、政治信仰非常坚定；第二个，有可能是来自于他要蹭流量，能够获取利益；那第三个，也许有工作任务在身，让他们在台湾选择这么做，或是这三者中都有，或者其一或其二。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，亲像爷爷这种极端案例，真无正常，无排除牵涉统战任务。不过也强调，台湾有36万名陆配，唔通因为少数对其他人打标签或者是歧视。我更关注禁止鼓吹战争或者是武统言论，所以是不是应该制定专法？这个部分到底要专法，或者是立在刑法里面？我们会广泛的征收各界的意见，基于这个言论自由跟公共利益来做最好的一个决定。另外，因为共款宣传武统，做到撤销以前起口陆配网红小米甲运气。移民署公布爱伫31进前限期离境，安若无会依法执行强制出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